成为属于主儿女的生命，有时就像行走在火窑里，却在过程中我经历他恩典的手，拯救我，一直保护着我。身为属于主儿女的生命，有时就像在海面上行走，即使风浪将我淹没，四面环绕我仍注视主，安静等候。即使在烈火中，我痛苦煎熬，即使经历风暴，快将我击倒。主与我同在，是如此奇妙。他在我身旁，我就不致动摇。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恩典，很高兴今天早上能够跟大家一起来进行圣经共读。那我们今天早上要读的经文是约翰二书的第1章1到13节。那在我们开始阅读约翰二书之前，我们来做一点小小连结。在昨天的时候，我们读到了约翰一书第5章的最后面，我们可以看到一句话说，孩子们啊，你们要远避偶像。那为什么要远避偶像呢？因为其实当时在这个时代中有许多混淆真理的人出现。那在今天的约翰二书，就有点像是约翰写给我们，来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如何在这个充满混乱资讯的世界里，来用真理来守护我们的教会，守护我们的这个家。那在开始之前呢，现在带大家做一个开始前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感恩主你今天能够带领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，来阅读你的话语。主啊，虽然我们大家年龄不相同，生活背景、生活环境也不相同，但主，我们都在为了活出主你的真理而活。求主你的圣灵今天来亲自引导我们，让我们不只是读尽了一些文字而已，更是将主你的话语、主你的心意读到我们的心中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现在让我们大家一起来阅读约翰二书第1章1到13节。我是长老，我写信给你，蒙拣选的夫人，也给你的儿女。你们是我诚心所爱的。不但我爱你们，所有认识真理的人也爱你们，因为真理在我们心里，而且要永远与我们同在。愿父上帝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恩典、怜悯、平安给我们，使我们始终生活在真理和爱中。我很高兴，因为我知道在你的儿女当中有遵从天父命令、生活在真理中的人。所以，亲爱的夫人，我请求你，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。我向你提的并不是一条新的命令，而是我们从起初
就领受了的。我说的爱就是我必须遵从上帝的命令。你们从起初所听到的命令就是，你们要以爱为生活的中心。许多骗子已经在世界上到处活动，他们公开否认耶稣基督降世为人这事实。这样的人是骗子，是敌对基督者。你们要小心，才不至于失掉你们所成就的，而是能得到全部的奖赏。要是有人不持守基督的教训，反而偏离了，就是眼中没有上帝。那持守教训的，就得着了圣父和圣子。要是有人到你们那里，不是传授这个教训，就不要接待他到你们家里去，也不要向他问安，因为向他问安，等于在坏事上跟他同流合污。我还有许多话要告诉你们，但我不想借着笔墨传达。我希望亲自去探望你们，跟你们当面倾谈，好让我们的喜乐满意。你那蒙拣选的姐妹，她的儿女们向你问安。在刚刚我们一起阅读了约翰二书的所有章节，约翰二书就只有这样一章而已，并且篇幅非常短。那现在让我们一起分段来看看经文里面讲到了什么。那我们第1到第3节讲到，我是长老，我写信给你，蒙拣选的夫人，也给你的儿女，你们是我诚心所爱的。不但我爱你们，所有认识真理的人也爱你们，因为真理在我们心里，而且要永远与我们同在。愿父上帝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恩典、怜悯、平安给我们，使我们始终生活在真理和爱中。那在这边呢，提到的长老就是约翰他本人，然后后续有提到了夫人以及儿女。这边夫人表示的是在地教会，儿女则表示的是会友。那约翰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了，不但我爱你们，所有认识真理的人也爱你们，因为真理在我们心里，而且要永远与我们同在。这边很表明的就讲到了一件事情是，我爱你们，其实是因为真理的缘故。那我们可以这样子理解，真理它就有点像是爱的一个 DNA 或是一个爱的地基。那我们信主的每一个人都因为拥有同样一个真理，那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，所以我们才能够这样子真诚，然后永恒地彼此相爱。那如果我们今天没有这样共同的一个信仰，共同的一个真理，我们的爱就很容易受到环境影响，就如同我们的建筑物盖在沙地上，风一吹，地一震，它马上就倒了。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4到6节。我很高兴，因为我知道在你的儿女当中有遵从天父命令，生活在真理中的人。所以，亲爱的夫人，我请求你，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。我向你提的并不是一条新的命令，而是我们从起初就领受了的。我说的爱，就是我们必须遵从上帝的命令。你们从起初听到的命令就是，你们要以爱为生活的中心。那在这里，约翰其实有为我们将爱定义得很清楚。那爱呢，不是一种感觉，爱是我们去遵行上帝的命令，去行动。那其实对于现在来讲呢，我们很常会听到，年轻的孩子或者年轻人在谈恋爱后交朋友，就很容易把，感觉好不好，当做爱的一种标准。但今天呢，在这段经文里面，神告诉了我们，当我们今天选择诚实，不说谎，或者是我们选择饶恕对方所犯的过错，来原谅对方，
或者是我们愿意来牺牲奉献出我们时间在他人的身上，为他人去付出，去帮助他人，这样就是爱，这样就是一个走在上帝的真理上的爱，符合神的命令的爱。那爱呢，其实就是我们每天决定去做出的一个顺服的行为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起来看7到11节。许多骗子已经在世界上到处活动，他们公开否认耶稣基督降世为人这事实。这样的人是骗子，是敌对基督者。你们要小心，才不至于失掉你们所成就的，而是能得到全部的奖赏。要是有人不持守基督的教训，反而偏离了，就是眼中没有上帝。那持守教训的，就得着了圣父和圣子。要是有人到你们那里，不是传授这个教训，就不要接待他到你们家里去，也不要向他问安，因为向他问安，等于在坏事上跟他同流合污。在这里，约翰提到了，在这个时空背景底下，有许多的骗子在世界上到处活动。那他们是公开否认耶稣基督降世为人这件事情的。这群人是奉行着诺斯底主义的一个异端。这些人认为灵魂是圣洁的，而肉体是邪恶的，所以他们不承认耶稣是真正的以肉身来到世界上。那在当时的时候，有许多老师呢，会去住在信徒家里面。那因为那时代其实没有太多的旅馆，所以这边约翰有提到说，如果你们发现这些人不是传授这样子的一个教训，就是传授这样子的真理，那你们就不要接待他们到家里去，也不能向他问安，因为向他问安等于在坏事上跟他同流合污。虽然听起来好像不是很有爱心，但其实能够想象的是，如果今天，你放了一个人进来，好，他今天连了你们家的 WiFi，结果他在你们家 WiFi 里面植入了电脑病毒，那这样子还会让他连吗？那我想正常人应该都是不会的。对，那约翰其实在这边表达的是，这些否定耶稣救恩的假老师，如果我们接待他，就等同于是让这些毒能进入到我们教会。那这边也提醒了我们，真正的爱其实不是一个没有底线的包容。那对于这些会摧毁我们信仰，或者伤害到我们与神关系的事情，或者是想法，那我们都要勇敢的去说不，去拒绝他们。最后，让我们来看12到13节。我还有许多话要告诉你们，但我不想借笔墨传达。我希望亲自去探望你们，跟你们当面倾谈，好让我们的喜乐满意。你那蒙拣选的姐妹，她儿女们向你问安。好，那在这边，约翰他写了一封信给这间教会，给这些会友。但他这边有提到一件事情，他其实更渴望的是去见面。那这其实也提醒我们，在现代这样子的一个社会中，我们的科技越来越发达，进步的越来越快。现在随时想联系，都传个简讯，传个 LINE，甚至可以用 LINE 打通电话，马上就能够联系到对方。但也因为这样子科技的快速进步，其实使得我们在面对人的时候，渐渐的好像缺少了一些交流，缺少一些耐心，缺少一些温暖。在这边，我认为说能够有面对面的机会，面对面交流，其实才是一个能够真正传递生命和温度的事情。这也让我想到，我跟我朋友，我们没办法时常见面，所以当我能够跟他们见面时，其实我很享受当下那个时刻。那个时刻是充满着愉悦的，充满着快乐的。这份喜乐是从心里面无法抑制的，会涌流出来的。我想这个就是这边讲到的能够见面的一种喜乐。那在今天的经文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了，其实约翰一直在提醒我们爱是什么，以及我们
应该要有一个敏锐的分辨力，去分辨说这是不是一个属灵的一件事情。对，那我想在现在的社会中，我们其实很常会因为群体的压力，像是我们可能为了讨好朋友、讨好同事，可能无限的放掉我们底线。但其实这边约翰提醒我们说，有原则的爱才是真正的爱。所以也让我们能够时刻提醒我们在生活中能够去遵循着上帝的话，遵循着上帝的真理。当我们有真理当作我们基础时，我们这份爱才是最高级的爱，并且也要时时刻刻的能够来装备自己，能够阅读圣经，来增加我们的敏锐的分辨力，来分辨这些是不是属神的话，是不是属灵的事情，让这样子不让错误的价值观来进到我们的生命中。最后，我想邀请大家能给自己30秒的时间来想一个问题。那这个问题就是在我的生活中，是不是其实有一些灰色地带的观念正在侵蚀我的真理根基呢？那这个灰色地带呢，说谎，那只要不被发现，不被任何人知道，应该就没关系了吧？这种情形是不是其实偶尔会出现在我们的心头，或者我们其实已经做了呢？好，将这个题目留给大家能够来默想。那在最后，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你不仅是爱，你更是真理。谢谢你透过约翰2书来提醒我们，爱心是要有智慧的，也是要有真理的。那真理也是要有温度的。求主来保守我们，在线上一同共读的每一位，无论是在我们的职场，在我们家庭，或在我们学校当中，都能够成为一个有真理成为根基，去散播爱的一个人。求主你的恩惠，还有慈爱，以及圣灵的感动，能够常常与我们每一位同在。孩子这样子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身为属于主儿女的生命，是学习接纳彼此的差异，因主的爱在十架上为我付代价，我要永远活在主爱中。身为属于主儿女的生命，就是跟随主到世界尽头。主曾背过的十字架，我甘愿承受。我一生脚步在他手中。